溝靚女嘅體驗未必係好嘅，有好多碌柒網友啊，成日就認為一定要溝嗰啲好精緻嘅拜金女，或者係成塊面都係整容嗰啲整容閪，跟住着得好高貴、好華麗，要溝呢啲女先至係體驗好。其實往往唔好嘅呢啲女嘅體驗。我之前發過一條女出嚟，係我哋當時搭訕嗰條女。我話我好中意呢一種類型，乖乖女順順兔，跟住嗰條女性格又好，又後生，01年嘅，各方面我打心底我認為嗰條女係屬於即係相對高質量啦嚇，我係幾中意呢一種類型嘅。跟住我發出嚟之後，好多評論區有班碌柒就喺度陰陽怪氣，就話啊鳩師傅重口味啊，鳩師傅咁都食得落。我睇到呢啲咁嘅評論啊，我真係笑而不語。點樣食唔落啊？嗰條女我打心底地認為係一個小美女，淨身高起碼1.7米高嘅，個五官又是正。佢雖然係冇化妝，但係絕對係一個小美女嚟嘅。有好多碌柒啊，你哋啊本身係搶唔到呢啲咁嘅女嘅，你溝唔到呢啲咁嘅女喺度陰陽怪氣。你哋成世可能成30幾歲都係感情一片空白嘅，完全溝唔到女嘅。如果你俾着你溝條咁嘅女，你執閪到啦，你仲喺度挑肥揀瘦。